同學仔，大家好啊！常識科單元4就係叫做食物。我哋而家會去認識一下，學習重點1，認識健康飲食金字塔。肉類的食物有魚，豐富營養好有益處。肉類的食物有牛，多種營養俾我吸收。均衡飲食你能否？均衡飲食我能夠。肉類嘅食物例子有好多，其中就包括有魚。魚係有豐富嘅營養。肉類嘅例子亦都有牛，牛亦都有豐富嘅營養。肉類的食物有豬，不同營養好有益處。肉類的食物有雞，珍惜食物自然好寶貴。均衡飲食你能否？均衡飲食我能夠。肉類嘅食物例子除咗有魚同埋牛之外，亦都包括有豬同埋雞等等。認識健康飲食金字塔，同學仔齊齊做得到。